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2026年，我係 Ruby，多謝你選擇咗呢條影片作為你新一年能量旅程嘅起點。喺開始冥想之前呢，我想大家明白，2026年喺能量層面上係一個非常特別嘅年份。如果話過去幾年係清理同崩塌，咁2026年就係重組同顯化。根據我哋靈魂揚升系列提到嘅升華門檻概念，新同舊嘅實相正喺度交融。呢一年外在環境嘅頻率會變得好快。如果你嘅內在頻率唔夠穩定，你會覺得好容易疲倦，或者覺得飄忽。但係如果你識得校準，今年將會係你心想事成最快嘅一年。今日呢個冥想，我哋會運用光之網格技術，幫你將個底層操作系統升級。而家請揾一個唔會被打擾嘅地方，坐低或者瞓低，輕輕合埋眼。首先，將注意力放喺你嘅呼吸上，唔需要特登去控制佢，只需要感覺氣流嘅進出。我哋做3次深呼吸，吸氣時帶入新鮮嘅能量，呼氣時想象將體內積聚嘅廢氣全部排出體外。感覺你嘅身體越嚟越重，深深咁沉入去你坐緊嘅地方。我哋由頭頂開始掃描，將意識放喺你嘅頭皮。如果覺得繃緊，試下同自己講鬆開。嚟到眉心同眼，唔好用力合埋眼，俾眼球自然放鬆，好似瞓着覺咁舒服。分開你嘅上下排牙齒，下巴微微放鬆，感覺你嘅面部表情變得好柔和。留意你嘅膊頭唔需要用力縮起，俾地心吸力帶佢自然垂低。想象所有嘅壓力同重擔都順住你嘅手臂流向手指尖，再流出體外。而家你嘅身體已經準備好，我會數10聲帶你行落一條通往內心深處嘅樓梯，每數1聲你就會進入更深層嘅寧靜。10，腳步好輕盈。9，放低2025年所有嘅煩惱。8，你嘅呼吸越嚟越慢，越嚟越深。7，感覺好安全。6，外面嘅聲音離你越嚟越遠。
5. 你只係專注喺我嘅聲音上面。4. 意識越嚟越清晰，身體越嚟越放鬆。3. 準備進入你嘅能量核心。2. 穿過眼前最後一層白霧，進入絕對嘅寧靜。1. 你已經嚟到一個純白色嘅空間。喺呢個純白空間入邊，留意下你嘅身體周圍，運用你嘅想象力，觀賞你嘅皮膚表面浮現出一層淡藍色嘅發光網格。呢個係你嘅乳態光之網格 Etheric Photonic Lattice。佢記錄咗你過去所有嘅情緒記憶、創傷同埋限制性信念。你可能會見到網格上面有啲位係暗淡嘅、打結嘅，或者係灰色嘅，嗰啲就係舊年殘留落嚟阻礙你前進嘅能量碎片。而家深吸一口氣，觀賞頭頂上方出現一道銀白色嘅鐳射光束 Silver Laser Light。 呢一道光束代表住絕對嘅純淨。當我數3聲，呢道光會由頭到腳掃描你一次，佢經過嘅地方，所有灰色嘅雜質都會瞬間氣化消失。3. 光束穿過頭頂，大腦思維變得清晰。2. 穿過喉嚨、心口，所有委屈同恐懼被光溶解。1. 穿過太陽神經叢、腹部，直到腳底。感受一下你而家嘅網格係完整嘅，已經修復好嘅感覺。佢發出好靚嘅藍光，好似透過水晶睇嘢一樣咁通透。既然空間已經騰空出嚟，我哋就要安裝新嘅程式。2026年嘅頻率係金色嘅，係豐盛，係創造。想象天空中滴落嚟一滴液態金光 Liquid Gold， 佢好溫暖，好厚實。佢滴入你嘅頂輪，順住你啱啱修復好嘅藍色網格流動。
金光流經你嘅脊椎，進入你嘅每一個細胞。喺心裏面跟我默念以下嘅校準指令，或者只係聽住我嘅聲音，我釋放舊有嘅劇本。我允許2026年嘅豐盛流向我。我嘅頻率同奇蹟共振。感受呢種富有嘅感覺，唔單止係金錢，而係時間嘅富有、愛嘅富有、健康嘅富有。你成個能量場而家都係金光閃閃，充滿住電量。好好記住呢種感覺，呢個就係你2026年嘅原廠設定。而家觀想從你腳底伸出強壯嘅根，深入地球中心，將呢股高頻能量穩穩咁扎根喺大地。慢慢將意識帶返嚟呢個房間，喐下你嘅手指，喐下你嘅腳趾，深呼吸，伸個懶腰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帶住明亮嘅眼神，張開眼睛。歡迎返嚟，感覺係咪輕盈咗好多呢？建議大家喺2026年嘅頭1-2個月，每個禮拜都返聽一次呢個冥想，幫自己隨時校準返去呢個最佳狀態。如果你感覺到剛才而能量流動，請你喺留言區寫低我已校準2026年豐盛頻率。呢句說話唔單止係一個留言，而係你對宇宙下嘅一個確認訂單，將呢個能量錨定喺物質世界。願2026年嘅金光照亮你嘅每一步，成就你心中最宏大嘅實相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